胸肌紧是吧？来，拉伸拉伸，还是很紧。胸小肌放在这儿，锁骨下边缝的位置，哎，去滚一滚，松一松，有用。你这白费力气啊！我教的不对吗？你看啊，胸肌表面这一层哪有胸小肌？胸小肌在胸大肌的下面，但是这儿有了一条缝，看到没有？摸到这里滚动的一条，它就是胸大肌，把它绕开放在手指上，朝你锁骨的方向去往里往上推。你摸到一条小小的感觉酸胀的肌肉了吗？有感觉有感觉，但好像这里很紧，我手指进不去啊。好，跟我做，吸气，然后呼气放松，同时去把你的手指往里伸。对对对，胸小肌是连在第3到第5肋骨上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呼吸地方，只有在呼气的时候才能完全放松。这个诀窍我只跟你说，太有用了，拨开肌肉，处理深层，才能彻底解决肌肉紧张的问题。没错，这种思路生活中很常见，叫做